唔係冇成長，只係揸個好計劃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左邊 All In B 仔幣嘅幣圈賭徒，同埋右邊極度節儉嘅慳錢戰士，邊個適合陳生啲啦？我哋一齊睇下。呢個計劃書提及買入新發行嘅貨幣，投資係涉及風險嘅。如果你用晒所有錢買 B 仔幣嘅話，好明顯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啦。同意，虛擬貨幣顧名思義就係指冇實體嘅貨幣，好似比特幣、以太幣咁，佢可以喺全世界通用，唔需要支付手續費就可以令到資產自由轉移。而虛擬貨幣就會通過交易所買賣，減少交易嘅成本，但係咁樣做都會有一定嘅風險。計劃書入面以預期最高升幅嘅5隻虛擬貨幣平均回報1000%推算，投資1年就可以實現財務自由。呢個諗法實在係太樂觀啦！虛擬貨幣有升有跌，存在好大風險。大家都話高風險高回報，但係唔係個個人可以承受到，仲可能破產添。你哋全部都講得啱，咁不如我哋而家嚟睇下呢份慳錢戰士嘅計劃書啦。呢份計劃書建議陳生用極度節儉嘅方式去儲錢，但係咁樣人生仲有啲咩意義啊？係咯，而且而家通貨膨脹，食品價格、租金等價格都上漲咗啦，所以就算幾節儉都好，都係冇辦法應付通脹㗎。講到呢度，咁你哋又覺得陳生嘅理財計劃需要啲咩呢？其實想儲錢根本就唔需要用到極度節儉嘅方法，只需要制定同埋規限投資金額，譬如採用5-3-2儲錢法則，收入嘅50%為必要開支，30%為投資，20%為創業儲蓄。戰期間仲可能會出現突發情況，譬如加薪。假設陳生嘅薪資增加，佢可以幫原本嘅50%、30%、20%改為40%、30%、2%、5%，並維持原本嘅開支水平。儲蓄嘅錢亦都可以增加。儲落嚟嘅錢可以擺唔同地方賺取利息。目前香港利息最高嘅銀行係富邦銀行。其實好多銀行都為年輕人推出咗理財方案，譬如渣打 Smart， 消費可以返現1%，呢個方案就好啱陳生啦。而虛擬銀行入面，現時利率最高嘅係眾安銀行，雖然匯率高，但係都有一定嘅風險。喺2023年，同香港虛擬銀行有關嘅釣魚案增加咗120%。除咗儲錢之外，陳生亦需要減低不必要嘅開支，例如課金。陳生仲可以買股票同埋債券，股票嘅回報率比較高，可以保值，可以隨時買賣，但係佢嘅波動性都比較高，有可能會虧損本金。債券嘅風險較低，有穩定嘅收益，但係佢嘅回報都會比較低，同有通脹嘅風險。陳生，你最後用咗邊份計劃書啊？我2份都冇用啊，而係選擇咗5-3-2存錢法則。2年後我開咗間補習社，幾年後仲同女朋友結埋婚添。穩健理財。